喂，大家好，今日會教大家做一個上肢嘅拉伸訓練嘅。首先準備一條毛巾啦，就可以跟住然後捉住毛巾嘅末端，跟住雙手伸直往上。首先左手伸直，右手屈曲，右手擺喺後腦嘅位置，會感受到右手啦有拉伸嘅感覺嘅。咁呢個時候保持暢順嘅呼吸。4、3、2、1，零。呢個時候將個腰部慢慢往左側傾斜，會感受到腰側有拉扯嘅感覺，維持暢順嘅呼吸。好啦，呢個時候兩隻手伸直，慢慢回到中間位置，右手伸直，左手屈曲，左手擺喺後腦嘅位置，感受左手有拉扯嘅感覺，保持暢順嘅呼吸。4、3、2、1，零。呢個時候身體向右側傾斜，繼續感受到左手有拉扯嘅感覺。雙手伸直，慢慢回到中間。好，今日示範演完畢。